爱着都是流浪者，因为流浪故所坚强，因为冇土地，故所到来位就是故乡。生命就像春蚕，要经过磨难，才能够绽放光芒。每摆嘅機會都要堅持，每隻嘅機會都係希望。就算流血，也要忍耐，安慰他日終須長，甘苦來時愛強爽。茫茫天涯，风尘打滚心茫通，迎青葱，藕断丝连繁华落，恩怨了，眼前凶相，眼成凶数。也是梦过，也是凶过。天地间，共相梦。Wait. I'm really thankful for your help. Please, take it. 哎呦，唔用按多力呢？唔是啦。Sam, please ask the young man to accept my gratitude. 年轻人，怎么称呼？吴廷昭，你在哪高就？我在仓库当搬运工，没什么高就。不要再让他迷路了。告辞。年轻人，请留步。又有什么事？我很好奇，官府里都没有几个人懂英文，一个仓库搬运工居然会懂。学过，自然就能懂。哈哈哈哈，有趣。我现在正愁找不到肯学的年轻人，有兴趣留下来帮我吗？或者有新的东西可学哦？帮您？那您就是新任的传政总理大臣。正是。本官沈葆桢。
条那毛，看到老大安尼，就会变作反应。就算死，也要去大洋去跪。林峰，我了这么爱侬。咱俩是老朋友，人兄啊。错啊！你属实救的，林峰，咱的天数也发的热油，唔敢不陷害。俺哋乜嘢都係，我常常會嘢都睇，我係幫阿妹、阿凡、天劫、天正，今日到底我怎麼樣堅持？我看到希望越目嘅，還有唔記得看唔起我嘅啲，我吳林峰，創出一番流氓強勢嘅大事業嘅。係戇居，實在係戇居。佢用成無人來講，跳到那邊，可能我了下還真唔錯啊！要做得繼續做那跳嘅夢。唔嚟，自家就唔講，那一生回到白卡山。為了好人救濟，要麼頭拿就會俾人剁頭，那你唔講？你愛堅持，就算愛死，沒有較大嘅大願做下去，沒強勇啊，為了天佑，命都冇嘅。戇居，用就太戇居。來，唔會，佢最踢機會。等一下了條路，想愛靜靜想想，自家聽聽下。想要看到天強，我驚勇氣，大雁佢有多份的意思，我認唔出來，我就總得學過去嘅，連每行啲嘅頂崖。了解，天從唔會做個邏輯分開。不會，放心，要大樣嘅處理，天從冇認得啊。
你，我害书法来，这是谁？梁英，听听的好。走。台湾府治在台南，对台北这块广大的地区鞭长莫及，应该在台湾北部另设一个政治机关。我会奏请朝廷，在北部设置一个台北府，让这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岛屿更有效率的开发，而且要解除禁令，让更多人民加入台湾的开发，让遍地的资源更能为朝廷所用。阿爸，你包袱啊，看好的哦。哦，啊，去做下吼，咱有带一个办呢，唔如好记得拿出来先呢哈。爱弟，谁人会准备包袱的啊？阿爸，坐等等啦，我按心者哦，土先生听错未来啊哈。来做会迄啦，掠去淡水，寄人人呢，万一掠圣台人又转于福建呢，掠客去牛年体的态势，唔知会等到哪样事啊？哦。阿爸，听的啦。土先生，送上来的啊？内容啊，完全按照你的要求，统称可有嘅重要性。多谢，啊！来圣诞日啊，我看到两封信呢，天朝嘅商州寄去牛年去，重新开采牛年的啊！林峰啊，真清楚我是乱写好了，不过啊。我还要提醒啦，遐类不宜生命的种子哦，就得讲，係最冇用处的东西啊。佢哋嘅官府地位嘅人啊，有幾啥用的呢？但是就係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所以啊，我忘記安多啦。唔會，你係咪冇享用？你係位生態人啊，係真係關心台灣嘅人。係冇，仍然為雙州強勢福建順府，喊到順府都台灣喊咯，啊！當然意思啦。好，多謝涂先生，今日來去嘅，啊！啊，我係保護嘅。哦。爸，包袱嘅。好。
迄阵啊，我老爷爸下层清楚，都在吵架不错。按多年来啊，那就唔知道伊下过几多个错字。大家诸罗富上啊，伊那就去了，结果啦，杀成太岁。伊这个消息上，唉，看起安样啊，一摆一摆梦的，又一摆一摆神梦啊，万年盼的家样去咯。涂先生，天意无彩耶，天朝你冇办事小事，阿爸一下就抢走的蒙等天意喂，草木啊。David, Sir wants to use coal business to exchange new mining technology. Do you think it's possible? Well, I think anything is possible. It depends on how to negotiate it. 沈太爷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出去！马开出去！我要请沈太爷啊！你不要以为你老我这么看对怎样？你给我出去 What's going on? Let's go. 我要请沈太爷有董中这位师姐啊！沈大人不在，就算他在，也不会见你的。唔会，沈太爷喺堂东来讲诶，天上会见来诶。沈太爷呐！你别喊了，你再喊，我就找人叫你出去哦。我没人闹事诶，拜托亮嫂，莫叫我出去，我哋去庙里来，通得动道嘅时间，我有动中嘅心呢，我情书交俾沈太爷啊，拜托亮嫂，让我统传一下，我真系有动中嘅事情，我同沈太爷讲，又系为国为民嘅大事，唔系嘅嘛该。喊神牙贵有诶无诶啊！都说沈大人不在啦。开采铁油系为国为民诶职业，根本啊系冇留下新诶教门沈太爷，天窗唔会借位。哎呦，就错一片电沈太爷。那这样好了，你把信给我。我帮你转交给沈大人，给我啊！你见不到沈大人，但是我能见到。既然你不要，那就算了。快走，快走！哎，真的不让我心呢，搞不沈太爷。你放心啦，我会转交给他的啦。就老高呢，也放心呢，真的懂重要。会了，你快走了。老高。已经签了的，其他的就交本天公办了。领导，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朝廷已经批示下来了，同意洋商参加煤矿的开采。那太好了，这么一来，大人的计划就可以开始进行了。你立刻写封英文文告，告诉各洋商，就说我开放煤矿的买卖，只要哪一家洋商达到我要的交换条件，就把煤矿开采的同意权交给他。是，学生立刻去办。
参见大人。今早，我记得你是从猫里来的，是吧？是。你听过石围强庄有一位吴林芳吴庄主吗？没有。大人为何问起这人？这是他的陈情状。这个人令我佩服。吴庄主为了挖地油，妻儿都相继过世了，他仍然不气馁，以此为志业。此人坚毅不拔的精神，令我感佩。大人，恕学生回话，您不觉得一个人不顾家小执意而为，不会太自私了吗？听着，如果为了己身的利益，那当然是自私。但是吴庄主挖地油，是为了帮助普世大众，这就不同了。这种无私无我的精神，十分可贵啊！如果人人都像他，大清帝国定能千秋万世啊！大人如何知道这位吴庄主不是为了己身利益呢？他妻儿都已经相继过世了，这吴庄主仍然执着地挖地油。等到他挖到了地油，可以给他荣华富贵的时候，谁能跟他分享？何来的一己之私呢？剩下的就是争一口气了。争一口气，值得为了争一口气而牺牲全家吗？厅长，世事皆有千万面相，是牺牲还是成就，要留待后世才能评断。帮我回封信给这位吴庄主，你就写，我已经读过他的陈情状，他这种精神，不弃不懈，可敬可佩啊。本府啊，为走强身上开判体育，到时啊，安排啲 America 运来转将机器留用人技师啊，来了天热体育啊，天风，唔怕会啊，真见我进行咯。林凤叔，恭喜！我就啲了沈大人係個有心人啊，哈！走啦，沈大人啊，係有心人，係苦心人，也還總算奉天不負苦心人啊！阿爸，你阿詩同上天朝下嘅。亂講嘛該，哪有槍呢？我哪有亂講啊？你看就強用啊！係有人講，係天朝下嘅，我冇愛信哦。洋氣啊！啊，錯啦，阿爸，也係使用人就講。我來聽說人熱體油的呀，看好迄咩先整理啊，準備一下，啲油漿吼先冰冰的啦，吼。係呀，林鳳啊，今日下用人愛來咯，應該也準備張錯啊，係嘛？林鳳。这个就是转油的蒸汽机啊。那现在这部机器在什么地方 Well, I expect this machine is going to be in Amping Harbor in approximately 1 month. 那工程师呢？ They are coming together. 希望一些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Well, I also consider that we might have a little problem. 客家话是有点难。
听着，你是客家人啊？是。Oh, that's great. You can help us. 听着，你有什么顾忌，不妨直说。没有，只是学生手上还有很多事情都忙到一半，担心走不开，而且当地应该有人懂得洋文，我想是不用担心的。是吗？是。大人，若没什么要交代的，学生先下去了。去吧。Son， 我知道，我会处理。要过1年呢，阿爸身体当轻，也都唔是少。聽朝，一下醫生人都攞杯神飯，也都要保佑佢哦。還有阿爸等2年人誒，也都要保佑，容容實實。來聽書記一天要呢，也沒落天意，看到很多啦。好吧，天意唔了啥，到這邊好好照顧自己。還有，我保佑天朝平平安安。爸，來啦！蓮房啊，用年愛來。蘇先生，用年愛來咧。真的啊？苗林種族權奸嘛，America 嘅柴油機師60歲日出已經犧牲。你講還有乜嘅需要協助嘅地方，就得直接老本府申報。林峰啊，今天來咯！林峰啊，今天來咯！來！林峰啊，佢兩位哦，喺朝廷啊搶你個柴油機師，兩位係檢視先生，兩位係洛克先生。He is Mr. 吳林芳 who discovered the oil source. 你好。I have heard that you have spent your whole life looking for oil. This impresses me. Please tell him that I admire him. OK. 林峰啊，要坦講啊，一有嘅事情，佢當風呢。多謝。哎，杜先生啊，讓咱兩生人啊，我們將要帶埋個野油嘅東西來。野油嘅東西啊，其實家伙哦，跳太啦，眼太跳哦，天氣要叫我轉來。倆今日啊，先來去探個油源地啊，好冇？好。先帶佢兩生，你看現在。哎呀，Gentlemen, please come with us. I hope you are satisfied with your
你聊天。朋友，准备的东西请大家讲好了是啦。Let me introduce my family. She is my wife, Xiu Ho. She is my daughter, Yang Pi. She is Mr. Wu's daughter-in-law, Nie Chun. Hello, welcome. Well, you can speak English. That's great. 你好。No, I didn't. 杨Pi啊，唔是讲啦，一条用人哦，大酒壶嘅同事就要按用，啊，关了就好，关了就好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黑啦，按用咩做对啦？你好。按用要做对啦，按用要做对。This is the place we talk about. I think the soil composition is not right. We need to go this direction, higher up. We dig oil before from overlay, so maybe she go. Okay? 定风。定风啊！杜先生，你阿飞吼太切了，这条门啊，还有那世界都体有嘅。哎呦！ 有，一天地一片。我咩啊用上，嘅我按照带佢哋去看看啦。好。No, I think that here is a really great place. I think that we have found a possibility, and we have an iron and mineral content that is going to allow us to find oil, hopefully. 杜先生啊，你用嚟講，你講乜啊？佢講啊，武漢河水幾難啊，太爽啊！那雜色我想你阿邊按用啊。還有啊，佢夾面過啦，該片嘅油啊冇啦，冇像你阿邊啊按爆咗。佢哋我團天啊，你天下空嘅千度嘅油哦。你阿邊嘅油去按爆咗，佢做乜樣子嚟驗到天油啊？那有問過嘅啦，這是先生講啊，你想起來你是人長生，當然也冇啊，最冇我遇到400冊。400冊啊？哪有可能驗到400冊？唔是說啦，佢哋啊是一個前兩冊嘅油漿呢。你放手，羅先生，記起來了啦！來看啊！就會有那東西也都提油的呀。If we have the boiler, we can pump the oil to the surface. 你講啊，唔是說啦，有兩家伙聽錯咗條嘢都有嘅。挺好嘅。Let's begin. Okay.
也就留天公开放嘅速江图，汹涌，千万斤重嘅铁锤，利用整体机就做得爱用本机大上大落，人啊全就唔是出嚟，坐得顺条看得就好。让人啱嘅太杀骨啊，就做得了佢总吹头。小姐，你看到吗？俩张还真的野狗。先生，孙女样嘅啊！阿肥哥啊，唔講啦，我係講啊，好啦，林芳，以後俺就出講了。風水是講啊，陽人熱遊嘅地方啊，係社會上微量孤注嘅兩條鐵，嘅兩條係火，嘅鐵啊，就係兩條嘅血，唔到一下啲嘅熱咯。就那個風水哦，好聽咧，人哋社會上哦，嘅天才會派啦。錯啦，睇下手講啊，你條嘅醬哦，吞咧，冇再熱咧。梁山先生愛講，那風水師講嘅話，當然就冇強用。兩岸熱鐵油嘅地方，以前就熱過嘅，社會上咁樣嘅。你都見咱用講，阿芬係停煙嘅事。冇聽錯啊！係你破壞風水，浪費暗用啊！錯啊！還有什麼啊？事情哦，做唔得樣論嘅，冇去先嘅條呀，磨皮磨機嘅法。哼！唔得嗬，唔通風水師講嘅啊！天公伯，我接翻唔到啦！就算不天公伯接翻，兩馬係命，老熱鐵又無關。林峰啊！發生暗多事，你用嘅好唔緊哦。啊，係啱學個。大哥哥，你係兩回事。林峰啊！kill him! Everyone, look! Oh! Boy, oh! 林大人，石围长庄的居民速度破坏油井，事态严重。王大人已经派人声援到石围长庄那边守卫，保护油井。派兵守卫，这只是治标，要让当地的民众了解，挖地油对朝廷是何等的大事，这才是治本。听到呢？已经派人通知，在来的路上了。下去吧。是，大人。学生认为，当地的民众迷信风水，认为挖油井会破坏当地的龙脉，会带来厄运。要破除这样的迷信心理，除了把事情说明白之外，还需要时间慢慢疏通。眼下，除了派兵守卫，请王大人继续向庄民沟通之外，也无较快速的方式可以解决。听着，挖地油这件事事关重大，你替本官找个适当的人选，要能够处理洋务，会说客家话，还要懂得当地的民情，然后派他去协助武装组。必要的话，本官亲自走一趟啊。是。
林峰啊，总民接受唔得，就考啊，向官府来受奖啊。热到那样子。哎呀，这样走。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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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they can't do bumpkin. The drill will break at such a high speed. No! No!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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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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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峰啊，尿没啦？我哋嘅兩啥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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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嘅 no。How can we make him understand what we say？ 哎呦，佢兩啥來人呀？最好講行咩 ？Why doesn't he learn English? Maybe I could learn Hakanese. Your daughter could teach me. Good morning, ma'am. Hi, come to teach you Hakanese. Thank you so much. Let's start. Ngài sư bảo ấy, tổ cha. It means I've eaten, I'm full. 應該說飽的到cha. Good. Indeed. How do I use Hakanese to praise a beautiful girl? Same way, 你懂講哦. Same way, 你懂講哦. Great. 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 Samway, 你懂講哦. I love you. How do I say that in Hakanese? Mr. Jenshi, I have something to tell you. I have a lover already, so I won't be able to accept your kindness. If you don't stop it, I'll leave right away. Sorry. I'm sorry. Let's go on. Ngài sư bảo ấy, tổ cha. Police cha sai ku tổ cha so đi xử lý thế cứ不对不đi ai爸，越來越好上嚟呢。要講。阿爸此日天冇開始，你就越來越有精神，你越來越好上嚟。哎呀，阿媽知道咩樣知道呢？阿媽你係生日啊，都兩晚冇乜好橋嘅，常常會熱到天有點點啊。30幾年，可能就會生，阿媽嘅心情當然蠻好哦。係啊，你甜姐妹都不卡，記住行較好誒。很多年一副新的嘛冇下做了，你莫轉來。丁昭，本官要你找的適當的人選，可以出任本官的欽差，你找到了嗎？學生無能，還未能想到適當人選。這件事情事關重大，不能老是讓吳林峰單獨面對，朝廷要拿出一點魄力來協助我。貓裡的油井還沒開始挖出地油，能不能成功還是未知數。學生駑鈍，不懂大人為何一直如此費盡心力助吳林芳。替
听着，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坚持己见，勇往直前，毫不气馁。吴林芳吴庄主这个人，如果本官没有看错的话，他将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大人物。Try. 哎呀，还没开，有没有盖啊？要安抚啊。Coffee. Coffee 啊？你 coffee 呢 ？No good 啦。唔好事。係啦，唔好事啦 ，no good 啊。Happy What happened？ 你就父母會，你真係條男模啦 ！I cut his hair to look more handsome。講啦，講也師傅啦，要不然落子大戲，不用找一管了。大本事，大戲啦 OK。太跳，好在呢度條男模踢他，搶贏乜嘅樣誒！輕鬆一記在飛，此撇腳下嘅土地，無想頭擺，無講過去，假講踢到單槍揾到無做事，輕鬆一記。在飛，飄揚過海千萬里，無驚風雨，無插絲雨，假插鐵道機會顛倒無奈情。輕鬆一記在飛，此別腳下嘅土地，無想頭擺，無講過去，假講踢到單槍揾到無做事，天衝掛度。